大家好，我係 Fred，今日同大家講下圍棋入門。喺大家面前一個7路圍棋嘅棋盤，圍棋有7、9、13、19路棋盤。19路係國際標準，7路係最適合初學者學嘅。圍棋有黑棋、白棋。當圍棋行棋嘅時候咧，並唔係擺個格裏面嘅，而係可以選擇任何一個交叉點。當隻棋擺咗交叉點之後咧，係唔可以移動嘅，除非隻棋俾人食咗。白棋跟住就可以選擇任何一個交叉點啦。大家見到有4個交叉點咧，比較深色，只係俾我哋容易去睇嘅啫，係並冇任何特別嘅功能嘅。黑棋又可以任意選擇一個交叉點，跟住到白棋。咁到底圍棋係玩乜嘢呢？就係比較下邊個霸到嘅地、佔嘅地比較多。咩意思呢？由於時間關係，我準備咗一個例子俾大家睇。呢個就係一個完成咗嘅棋局，呢邊就係黑棋佔嘅地，呢邊就係白棋佔嘅地。點樣為之佢嘅佔嘅地比較多呢？最簡單嘅方法就係呢邊空置嘅交叉點填滿白棋，呢邊空置嘅交叉點填滿黑棋。我已經做咗俾大家睇啦，大家好清楚睇到啦。以下我哋只需要數下白棋有幾多隻，黑棋有幾多隻，棋多嗰個就代表勝出啦。下一條片就會同大家講下食棋嘅規則。